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1日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央航空已经甲要放掉、要变鬼变怪空服员死头路，工会也有打算要请劳动部来做公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撤销亚洲水泥伫花莲新城山挖矿的资格。南投鹿谷因为观光的污染加噪音，打算要扣观光税。同时，咱来关心中营罢工的代志。虽然罢工已经结束，不过有一名空服员以私人的对话泄露出去啊，也讲要伫这食物变鬼变怪。今仔中营航空也召开着认评会，认定伊这款行为是影响到飞行安全，也甲伊开除，也会来追究着法律的责任。另外，工会也表示讲会协助这名空服员法律顶面的帮助，有可能会向劳动部来提起着劳动的裁决。日前，一名中营空服员郭志恩伫私人内对话中讲出被资产加料，因为涉及惠安公司报警处理，也进行内部约谈。中营航空早起召开认评会，经过3点钟认定影响惠安，经济重大，决定将伊变质。认为郭姓空服员的言行明显的违反公司客舱组员的管理办法，对公司员工有职场上不法侵害之可能，然后违规情节重大，然后因此予以免职处分。中营航空表示，加料讲法严重影响基层地属甲惠安作业，将继续调查伊的不当言行，所涉及的民航法、刑法等法律责任，也提高相关事情予警方调查。医保工会紧急召开记者会，力挺郭志恩，因为为年初发生国外旅客强迫空服员协助去便所，伊就徛出来争取员工权益。李工会成员也表示，伊目前已经离开公司。他刚刚已经打包，然后跟公司清点东西，他已经离开公司了。我们觉得，郭子嫣行为固然有适当的地方，可是截图的人，他才是其实真正有意造成社会大众恐慌的人。工会成员表示，认评会中，郭志恩澄清绝对无霸凌意思。工会认为公司过度放大私人言行，优先寻求公司内部管道申诉。工会是不是采取一步法律行动，有待历史研究。向劳动部申请裁决，以及向法院申请民事诉讼，这几项我们都会考虑。和平义务的效力是等到我们劳动部那边如果有进行申诉，结果出来之后，会再看它的法律效力。当初双方强调3年来无发动罢工再来和平协议，不过罢工结束不到1礼拜，2名员工因为争议言行就开除。工会表明无排除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裁决或者是民事诉讼，是不是拍破双方和平协议？工会强调，高由法律认定，无希望大方面指控公司引起争议。劳动部也表示，和平协议是不是唯有按由民事诉讼判定？目前网络上有超过1000人发起联署提案，要求修改民航法，航空公司确实发生劳资争议，并参加国际航权分配。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咱伫网络讲话拢是爱负责任的。在日前伫网络流传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甲过往的员警念响了后签名屏蔽的影片，也经过调查确认这是假消息。伫高雄市调查处一名涉案的副处长，无经过确认就伫网络乱传，也因为散布假消息是违法的，目前也暂时将伊调职。行政院长苏贞昌签名了后，但别的这段影片引起大家讨论，甚至阁有人讲这是最近去悼念因为公务死去的警察时阵发生的代志。这么明显移花接木的恶质行为后，再一次的大家来唾弃恶质的假讯息传播。落尾证实这段影片是互人乌白传的假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回应指出，这种行为真正是真恶质。不过负责处理假消息的调查单位，所嘛传出讲安尼散布假消息。高雄市的调查处一个涉案的副处长，正在伫群组内底转传影片，落尾去互调离开主管职。法务部长蔡清祥嘛伫今仔日出面表示讲，针对当日无查证就散布假消息是真心痛。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转传。那么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十分的痛心。少数的同仁对于工作认知不清啊，那么对于这个处理的工作情形啊，都得到外面的一个争议。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检讨，处罚的部分由调查局他们依法来处理。部长嘛讲，希望当日会当甲这个假释记条咧加倍来拍拼。
开始查汇款的时阵，阁爱保持行政中立、公正执法，尤其是处理假消息的时阵，嘛爱勇敢来承担。若是查到迄天有23间网络媒体，拢有刊一篇今日蔡当局霸道不管，每年民众轻松播出的文章，引起中国入侵台湾媒体的议论。调查局回应，这件代志甲国安有关系，已经交予国家安全维护处等等的单位来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自由民主英属之旅今仔日正式开始，除了会拜访4个伫加勒比海友邦，这回去甲转来，拢会经过美国的纽约甲 Denver。蔡英文也可能会甲对台湾真友善的美国参议员 Garner 来见面，另外也会伫 Denver 举办着媒体大会。这回蔡英文表示，这个外交部分有重大突破，也是要来宣传着台湾的民主甲价值。总统蔡英文就任第7届出国参访，这届自由民主英属之旅，要去访问加勒比海4个友邦。在中岛，蔡英文伫机场发表行政会谈，强调讲会向全世界分享台湾的价值，而且要表达3个主张。台湾会和世界共享自由开放的价值，我们会和理念相近的国家相互的合作，一起确保民主制度的稳固。第3，台湾会以永续发展为目标，来推动互惠互助的国际合作。2020大选进前，上下尾一届参访，为着要提悬能见度，还有网络社势，政府派3个发言人随行，组成发言人战队，要甲参访外交的消息第一时间传登来国内。期间将会出访加勒比海友邦、海地3省等4个国家。而外交部这一次也在机上为访问团准备了这一个特殊的台湾造型抱枕，也希望这一趟旅程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总共12天参访的行程，蔡英文对台湾出发了后，第一站要过境美国纽约，会留2暗，伊个甲政界人士来接触，团公嘛可能去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演讲，过来访问团13要对纽约飞去海地，而且甲海地的总统来见面，所来访问 Saint Christopher Nevers， 接见 Harris 总理，再来去 Saint Vincent， 而且蔡英文总统阁会去国会来发表演说。17至19会访问 Saint Lucia， 结束友邦的行程。会定蔡英文过境美国 Denver 留2暗，伊个接见犹太派美国参议员 Joanna， 而且蔡英文总统嘛会甲随团的媒体来进行大会开讲。上尾伫7月2日这天坐专机回来台湾。那我们就要出发了，那我们保持联络。毋若要拼外交，阁要拼连任，这届过境美国，敢有法度交一张真水的过境外交成绩单，做出真大的改变，也是蔡英文这撮自由民主英属之旅上大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民党。国民党目前即马初选当时拼甲乌青结会，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这2天情绪真激动，针对某一位候选人阵营所做的民调监听报告漏泄出去啊。郭台铭也卖我讲，家己甲韩国瑜的民调差遐济，就是有绿营的支持者灌票给韩国瑜。朱立伦也呼吁大家爱用平常心来看待，也若讲到高雄市长韩国瑜，伊是强调讲爱尊重民调结果。国民党总统初选小镇的气氛是增加热扑扑，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火气嘛愈来愈大。在伊早起去桃园的市场拜票，伊继续骂讲中央若是无改革，敢若会离少年人愈来愈远。尤其是即马佫传出讲有某一个参选人阵营派出来观察外记录民调资料造成的7月7日监听报告所流出去。那中常委烦恼讲引起初选民调无公平的议论，郭台铭嘛愈讲愈硬。一天我就拉开跟韩市长拉开7%。今天我郭台铭做什么了？如果小英政府灌了这么多大量的这个票进来，这个的民调，所以他不是民意。我们大家平常心啊，不要对民调有任何的干扰行为。反正已经经过这半年了，连规则都改过16次，朱立伦都接受了，就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朱立伦的态度嘛是同款真冷静，但都是对郭台铭最近伫专访的时阵情绪激动流目屎的代志。朱立伦加讲，敢若是初选尔，无啥物好哭的。初选的气氛真紧张，传出讲民调领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毋若车闸先开直播，呼吁支持者15的时阵毋通收过热情来包围党部。今仔日嘛表示讲尊重民调的结果。我讲民调它有一时一刻，还有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背景，所有的民调出来，我都个人予以尊重。
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到7月14结束，党中央会伫7月15来进行民调开放走数据，而且专程直播要来拼初选结果公开通光，避免去互外界来做文章。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到花莲的消息。在花莲太鲁阁族人本满经济部在1807年3月时阵，延长亚洲水泥伫新城山矿场挖矿的权利延长20年，因也提起着行政的官司。经过约2年的审理，透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判决撤销矿权。这个案件也是全台湾头一个因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来评判案例。不满阿尼当年开矿危及身家安全，花莲太鲁阁族人顶个月到股东会，当着董事长的面抗议。族人伫2017年，因为经济部无顾反对核准阿尼矿权，延延20年，先提诉权遭到驳回，搁提行政诉讼，再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撤销诉权决定，加权处分。这个案子是我们全国第一例因为智商同意权而进到的这个诉讼当中，也是第一例就获得胜诉的一个判决哦。全台湾173个矿场，超过一半的矿场都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律师表示，审判长也特别伫宣判时说明，本案无进行原住民基本法第21条的资商登记参与权。拍下官司的太鲁阁族人真欢喜，不过也烦恼，目前有6个部落有资商登记权，临时伫炭卡受冲击上大的部落来决定。喜的是，我们的权益在法庭上被看见了；忧的是，我们势必又要被分裂一次。矿下这个也是我们的部落，有关技术安全也是我们的，为什么要让外面这5个部落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伫被告经济部回应，等收到判决书了后，才决定下一步。判决书还没收到嘛那等到我们收到之后呢，我再看看再怎么去做决定这样。而阿尼成为行政诉讼的参加人，对案的结果真遗憾，不过强调会提出上诉，并指出依照现行矿业法，矿权展现并无适用原基法的相关规定。协助族人的律师郑明武是表示，现行的矿业法确实对业者有利，就算展延处分撤销，阿尼也先继续学，显示矿业法充满着霸权，应该要赶紧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南市，目前本土天狗日已经累积到8例。防疫人员伫咧爆发群聚感染的开山里，伫咧消毒的时阵，发现到一间无人住的厝，内面的网甲水体有影真高。政府也会针对到这款无得管理的空厝来甲发。立法民航局。西区开山里这栋荒废主体，内底网甲水池的数量是台南市今年数量上侪所在。它的地下室整个都是积水。而且滋生了非常多的埃及斑纹，还有决绝。现场就是空屋一打开就是非常多的斑纹。这啊，种网大，足多种嘛网大，嘛是惊啊，足人才足人叫啊。台南目前累积8例本土性天狗热的病例，其中有6例甲开山里有地缘的关系，而且发现有大量的网甲水池的主体嘛伫开山里。防疫人员真紧张嘛特别注意，不过嘛认为这种看不到的所在是防疫一个大问题。除了提醒民众定期甲积水物件摒掉，嘛出动空袭机来看较无人去的区域甲地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跟那个交通部那边进行一个申请，那相信这几天的话也会经过交通部的一个核准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更大范围的空白部分呢，可以把这个滋生源的部分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把这个疫情把它抑制下来。市政府利用空袭机，已经发现4个楼尾顶水台挂落来变做大型积水的物件，还有天狗菜园铺的拢会靠到积水等等的状况。目前嘛已经向民航局申请禁航的地区使用空袭机扩大范围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要看的就是爱重视性平教育。也在林本基金会顶礼拜六压出一名台南的国小老师，少年线20年吞打查某囡仔学生的事件，一直到打5月才甲伊死头路。也另外有家长指控到台南某一间国中的社团老师传猥亵简讯予查某学生，民众也质疑讲市政府是在暗藏事实。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讲到，若是暗探，就会甲因死头路。
6位受害女性站出来指控，国小的时阵捌去互同一个老师性侵骗诉，毋过时间已经过20年，一直到今年3月份，这个老师搁一届来操打国小的女学生。原本教育基金会追查了，才发现讲，伫国校任教2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说是学校的老师。为着要表达决心，台南市长黄伟哲宣示讲，若是学校相关人员暗砍，相当会当改评还是免职。我们宁可家丑外扬，也不能让色狼，也要让色狼曝光。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一定是严肃处理。强调讲性平事件袂当吞论，因为学校性平的案件常常去互骂讲老师互相暗号，老师也是伫遐钱。黄伟哲已经要求警察局必须要受理民众激发的性平案件，学校处理要加速专案立管。24小时一定要通报，这是法定的。但是通报之后呢，他们要启动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召开，来决定要不要开案的时候，没有时间限制。所以现在我们就严格要求3天一定要召开。你要有好的亲子关系，才有可能让你的孩子在外面受到了什么伤害，都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们才来得及一起去面对，把伤害降到最低。周平肯定市政府适单以举报的管道，毋过必须要检查执行的状况，毋通变做话口好尔，而且嘛提醒家长要有警觉性，毋通惊讲面对囡仔受害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北市的边仔有一围路营区，下晡发生着有4名游客被溪水冲走的事件，阁有5名大人甲囡仔受困伫溪中的石头顶。在消防队员抢救之下，目前有8人救起来，1个人拍无也断咧找。民众本地伫路营区边的北市溪酸水，山内熊熊出大水，受到通知了后，消防队员也出动设备来救民众。到目前为止，有8人平安救起来，一个查甫即摆落水到今也未找到。人讲有一好就一歹，绝无2好来相排。伫南投的鹿角、溪头、大大地园，以及着凤凰谷、鸟园，拢是非常有名的景点。不过对当地民众来讲，一个噪音、塞车以及着空气污染的问题，影响着因的生活。公所也打算伫咧门票内底卖扣10块的观光税。若准财政部若核准，就会成做全台湾头一个扣观光税乡镇。车排到路长，真无简单。真入去园区内面，人嘛是不定啊济。若到连续假期，南投路过就真侪人甲车入来，除了噪音，有空气污染。当地人怨叹，若到假日交通都袂顶袂动，拢讲生活品质影响真大。过多的人潮造成地方一些环境还有一些设施的破坏，让我们地方政府无力去负担这些的维护。包括溪头、大大地园和凤凰谷鸟仔园是上届受欢迎的3大园区。其中溪头观光人次，105年有162万人次，106年167万人次，107年来到172万人次。其中人上最休热，107年7月达到10个月19万5000人次，8、9月10个月拢突破16万人次。公所规定驻地条例，要伫3大园区每人每届随门票扣10块的观光税。对他们生活上其实也造成一些不方便，所以回馈一点点给他们是应该的。我们是会编入预算，然后用在改善一些交通啊，或是一些环境方面。香港所表示，景点的四周边交通冲击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车和人伤过头集中，除了道路破损严重，环境冲击和噪音拢是生态以及当地自然的震动负担。但是核定开灯，会专款专用伫咧景点设施的维护。目前驻地条例代表会已经通过，会送到南投县政府同意比查。条例的适法性，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完成备查程序以后，他们就可以公布实施。公布这样的一个用途，大家如果都认为这样的用途是好的，也就会继续支持。学者认为，台湾有真侪热门的景点拢有类似的影响，对适当收观光税抱着正面的看法，建议加强和民众沟通，以及加强景点改善。南投县政府表示乐观其成，目前送到财政部核定，若是通过，鹿谷会变成头一个开征观光税的乡镇，未来嘛不排除伫咧其他乡镇实施。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高铁要做较长，做到屏东，交通部提出2个新的方案。路线是会经过小港机场，也是高雄火车头。路线目前当咧审议。铁路局也表示讲，若是做到屏东，运输的量加经济效益是无达到认定的标准，不过会对国土区域规划来做思考。
来自屏东的陈小姐有着大行李，要坐高铁转去。伊讲每一摆转去屏东，毋是要伫高雄转坐客运火车，就是要包家庭车，真无方便。希望高铁员沿线到屏东，坐到高雄左营再转车，要1个多钟头啊。对啊，因为如果再坐捷运的话，包计程车就比较快啊。应该是要考虑那个建造到屏东的成本，然后再考虑那个回收的效益，再决定会比较好一点。经过铁道局内部资料，高铁南延屏东有4个方案，其中按照查出甲左营南延2案。交通部调集专家开会了后，拢认为财务无法度支持，可能性不悬。铁道局阁提出第3案，经过高雄火车站以及第4案经过小港机场案，因讲是将路线为郊区扭到市区，希望服务的路运人次能增加。屏东的运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可行性是并没有达到一个可接受的一个标准。从国土跟区域发展的角度来去思考的话，整个政策上的考虑放到里面去。部里面已经开过1次审查会，已经在做具体的审查。好，那我们也尊重审查会的意见。那目前也在修正中。好，那还没有定案。交通部证实各方案拢在评估中，也因为地方政府有无共款的意见，爱阁汇整资料，按算伫近期将计划报甲行政院选定方案，应启动后续可能性评估。学者表示，这2新方案因为经过市区，成本会增加真多。那现在用的这个走市区里面，那整个成本更高，那服务的人没有差太多嘛。但是对于这个方案的评估，仍然要用专业的方式去处理。学者认为加提方案是好事，不过评估若是后续报告，不应该强行推动，应用优化代替转接或者是客运专车来解决屏东的另外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抗争真久的屏东市公用路粉块计划案，本地县长潘明安答应伫法院判决之前未来拆除。不过在这个月初4，县政府佫讲要来封路强拆。下晡自救会也来到总统府头前召开记者会，抗议着县政府开这个巴拉票。征收自有土地问题。提标语发口号，不当及屏东县议员蒋国辉和并替反标签自救会等团体，11下晡来到总统府头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宪法规定人民的行政权、财产权袂当被剥夺，希望中央政府遵守宪法，莫互都市计划法凌驾宪法。参像抗争真久的屏东市公用路拓宽拆迁计划，资本县长潘明安承诺伫法院判决进前袂拆除，但是7月初4，家己民讲要拆。我们105年才收到土地征收。他104年通行的高价化，你看我们都不知道，那如何你的土地变没了都不知道？我们希望是说，我刚刚讲的6+2的土地，你屏东人口降了那么多，不要动它，给人民有地方住。自救会表示，伫住户的心内厝，毋那是财产，是家园性命记忆，甚至讲是祖先留落来的。而且蔡总统捌讲，大埔长的方案是台湾土地正义的指标，敢讲并替居民的人权比表列大埔的人权更加前名，所以希望蔡政府会当随停止硬拆并替，别互大埔悲剧再次发生。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拆，所以呢，我们的住户呢还是都住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呢希望来这边陈请，希望那个县政府能够三思。法院判决就行政诉讼的话，跟现在所走的程序跟行政程序上，它其实是不冲突的。我们就依照现在既有的程序来走。面对自救会诉求，屏东县政府表示，行政程序完毕了后，会阁和当地住户沟通，并且执行应该有的法定程序。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现有的大众捷运法规定，政府会在征收捷运铁轨路附近的土地来开发。不过，说服大法官来认定讲，违反宪法内底保障人民财产甲居住自由，爱检讨来修正。今仔日行政议会也通过一个修法，保障土地所有人权的权益。修法的内容明定了捷运开发区，若是爱用到的土地，必须由主管机关来征收。这项修法若是通过三读了后，政府就袂使征收捷运铁轨路附近的土地来开发。另外，也针对着公共工程，若要起伫捷运禁建的范围内面，这届修法也讨白着一个限制。
世纪广告公司伫咧桃园的观音买一片农地，互检举囤起厝的废土，加放一寡钢材，引起着地方的反弹，也认为着即款的行为会破坏着本地田花路，加影响着田的排水。落大雨的时阵，一定会塌掉啊！今仔日市议员加市政府的官员来到现场看，认为因有违法，业者也答应讲要来改善。超过10公顷的农地，哪像因大量甲营建废土囤倒去，地主讲，互原本土地悬度变悬，土骹搁囤真侪钢材，互附近的民众真烦恼。世纪广告公司已经破坏原本的道路，还有排水的系统。在市政府相关局处到现场来勘查，用违反区域计划法规定，处罚30万，要求停止非法使用，还有限期恢复。大量收购农地，那在农地上这个违法填入大量的营建废弃物，造成地方多处的淹水。要裁罚新台币30万元，然后后续的部分我们将责成他限期命他停止非法使用以及限期的一个恢复原状的一个动作。市政府表示，12环保局会来现场学，较人工感受甲营建废弃物囤倒去。对这个代志，世纪广告公司表示，因买附近长期无伫使用的农地，拢有甲道路排水沟做好，而且使用合法营建土石来囤，是要用来做暂时囤材料的所在。本来的都不能种东西了嘛，现在把它存放钢铁。因为稍微低洼，我把它回填一点土下去，这一点当然我没有申请，是我们的疏忽，我们的错，我们会改进。若是讲有影响到水准排水的部分，因为现场的地形改变相大，必须要调最近这几年的空翕图，而且找水利会来现场勘查，市政府嘛监督业者来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做伙来看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期间，有民众质疑香港上大间的电视台 TVB 报道立场较外警方，也发起着抵制红色媒体行动，要求厂商提掉因的广告，若无就无爱买因的商品。最近，宝矿力甲披萨哈也做伙来响应，不过有学者也分析讲，这个厂商本地就是靠少年族群伫咧食青，提掉广告是商业的考量。香港反送中群众抗议的同时，也对所谓群众媒体相当感冒。抗议时当然看到，包括红色媒体 CCTVB 转台顶标语，考试香港上大电视台 TVB， 伫7月期间报道立场偏向警方，已经亲像中国党媒。用时 CCTV 的附属频道，抵制行动愈来愈厉害。网友诉求生意人贴图 TVB 的广告安若无拒买，传出运动饮料宝矿力拜二伫一方回复网友的讯息当中表示，因为社会情势，已经决定抽掉所有伫 TVB 的广告。它主要的收入的来源都是从这个广告当中，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实体的力量去抵抗。我们看到这个宝康力，然后这个披萨汉，他们都有一些回应啊。不过，过了一天，宝矿礼拜三伫脸书发出声明道歉，无进一步说明真相是啥物。必胜客是大文写着免问只要信。其网友齐赞老话，学者指出 ，TVB 伫香港的独占率达到80%以上，伫中资收买成为上大股东了后，立场转变确实引发香港人真大烦恼。不过，生意人目标客群锁定少年人，有抵制消息流出来，判断主因也是顾虑商业考虑。广告有时候呢，他也会考虑就是能不能跟自己的目标的观众去接触，特别呢，好多这个商品呢，它那个目标观众是年轻人，所以呢，当这种情况讲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各取所需吧。这生意人得到香港网友的懊恼，前特首梁振英是伫脸书批评宝矿力不分黑白，呼吁全国消费者全面抵制。学者分析，这毋是个人身份的发言。梁振英破文代表着官方公权力做出反击，所以这生意人可能遭到中国方面的抵制。不过，安尼一来一往的抵制，伫学者看来，拢是相当的悲哀。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做伙关心人权的议题。联合国第41届人权理事会伫12结束进程，有22国的大赛，针对着新疆再教育营，写批予中国，也呼吁着中国唔通搁再乱掠winner。这场会是写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赛克甲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巴舍来的。这后面有20个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共同签名，内容针对中国新疆的再教育营，以及对维吾尔人甲其他少数族裔的任意拘禁、广泛监控甲限制，提出高度关切，并呼吁中国允准因自由活动。外交官员表示，今日以公开批临时宣导正式声明，也就是维权人士愿望的提高表决决议，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反对中国的政治甲经济反弹。这位外交官表示，这是对新疆问题第一摆集体回应。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协会这摆有22个国家署名反映出国际对新疆情形的关切增加。2016年时，美国也曾经带头对中国提出同款的声明，当时签署的只有12个。我们伟大的祖国多么广大！中国对再教育营的解说，拢讲是一个训练中心，对禁毒、极端主义、培训新技能有帮助。去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案小组收到可信的报告指出，差不多100万人甚至更加侪少数族群穆斯林被集中改造、强迫吸收汉族文化甲语言。中国政府面对各国之机，也阁带记者进入采访，不过明显无被采信，因为这封批最后讲到要求中国允准联合国甲独立国际观察员有意义接触新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要看这条有影是目睭金金人上中。最近美国因为非法移民的拘留所环境歹是同人知，有一名瓜地马拉的妇人人带着伙伴的查某囝互拘留，目睭看金金看因查某囝破病来死亡，也引起社会批评。这个妇人人车闸去国会的听证会，目屎流目屎滴，也谴责着拘留中心未免太粗残。Todo el arduo trabajo de los médicos llegó demasiado tarde. Mi María murió el Día de las Madres.瓜地马拉妇女朱阿瑞斯和对甲美国众议院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讲到失去查某囝的痛，伊是因为烦恼人身的安全，才带19个月大的查某囝玛丽的对瓜地马拉走来甲美国，申请庇护了后被关伫咧冷冰冰的监牢过6天，了后被送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拘留中心，和30个人关做伙。主份健康的查某囝开始破病，瓦瑞斯请求医疗协助，但是拢无消息，等甲被放出来已经袂赴。En los centros de detenciones, como ICE, es un lugar terrible y no es un lugar adecuado para tener a niños encerrados, como si fueran animales. 朱阿瑞斯真激动表示，出席这场听证会是希望带来改变，让大众知影，伫咧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之下，是官员残忍甲无公平。民主党议员炮轰政策残酷，共和党议员是为边境执法人员辩护。This administration has criminalized families and is now operating a fundamentally flawed system that is systemically separating families and engaging in human rights abuses on U.S. soil. I've not seen a single cage in the way that it is being depicted. I'm seeing ways to try to separate people and keep them safe. And we demean the process and our Border Patrol agents who ar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国台非政府组织嘛出席听证会，讲拘留所内面真垃圾阁真钱，红衣仔就研究主要都无通换，真凄惨。边境保护官员是讲，最近敢若伫南部边境拘留200名无人陪伴的囡仔，比起5月2500个人减少真多。反映出资金增加了后，联邦卫生机构已经有能力扩大收容人数。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空气标准品质是伫101年所设，为着要改善着空气的品质，环保署也提出新的标准，包括着用叶粒啊 PM10、二氧化硫加臭氧的标准，拢变较严格。另外，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用叶幼粒啊 PM2.5，煞互环保团体来批评讲无改变，也引起因的不满。
即摆的空气品质标准是101年修正的，头摆甲烘焙烟叶 PM2.5一年平均达甲24点钟达放入去。现出时，行政院环保署提出新的标准，包含讲设立烟叶 PM10，搁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规范的标准拢会变悬。大家上关心的 PM2.5，一年平均也是24点钟平均，拢维持1公尺四方15微克的量。环保署表示，虽讲整体的空气品质有改善，西部也是真歹达到15微克的标准。我们是希望4年后能够达到这个到15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在空污法里面对于空气品质标准是没有法则，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去年全台湾 PM2.5浓度上悬的县市是云林县、嘉义市甲台南市。云林县受到河川烟叶影响，其他2县市虽然无固定污染源，不过伫咧空气污染方面，目前 PM2.5伫15微克以下，包括台北、基隆、宜兰、花东甲澎湖，敢若6个县市有够标准。环保团体认为 ，PM2.5的标准要搁较严格，应该要调整到12甚至是10微克才会使。国内的实证研究既然已经证实了15微克不足以保护国人健康，我们更应该是往下修。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达不到这个12或10微克的年均标准，就不往下修订。环保署认为，要面对即摆社会真正的情形来定标准。不过，环保团体认为，应该定出更较严格的目标来拍拼。但是环保署也坦白，支付减污染的空气污染基金明年会减少。若要伫降低空气污染开搁较侪亏力，钱要为倒位来？环保署表示，目前会提悬空污费率，嘛会尽量甲基金开伫上要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上届垃圾的海岸伫倒位？有环保团体开1年时间，整理出上垃圾的海岸前3名，分别是新北市的瑞丰、彰化大城，甲台南的青草仑。其中台湾有过半的海洋垃圾，拢是累积伫某一区域的海岸线，其中是北海岸甲西南海岸上届严重。到底我们的海岸上有多少的塑胶垃圾？那这些废弃物最多的地方累积在哪里？塑胶干啊、废弃的鱼网啊、浮球堆伫咧海边啊，致使海岸景观变调，嘛对生物造成环境污染。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和荒野保护协会用1冬的时间进行快筛调查，找出海废热点，发现台湾上垃圾海岸线第1名是新北瑞丰，伫咧台二线83.2公里海岸段，每100公尺就有142地的粪扫。第2名是伫彰化的大城，第3名是伫台南的青草仑。尤其是北海岸跟西南海岸，它的生活垃圾的量是远大于东海岸的。这些塑胶制品到达环境中，它就碎解成为塑胶，那就会跑到环境里面，或是进入食物链。环团快筛调查统计出台湾海岸差不多有646吨的废弃物，其实有半数拢堆积伫10%的海岸线顶面，污染以北海岸和西南海岸上介严重。但是海废治理的困境是伫咧欠缺统筹的组织机关，像讲新北市的北海岸管理单位分散伫新北市环保局、国家风景管理处、农委会林务局等等，所以呼吁环保署和海委会制定海洋废弃物管理办法等规范，并咧预算带头清理。跟这个民间团体还有这个环保署，我们有成立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平台。那例如说，像我们环保署跟这个水利署，我们就会加强在河岸还有河川的这些废弃物的进入。渔业署的话，它就是必须要对这个渔网建立一个回收机制等等环保署回应，去年已经成立海废治理平台，下部会整合分工。海委会已经制定出管理的中长期计划，是不是要立法？会搁和海委会讨论。目前会优先针对环团调查的海废热点，研究深度作业，并且对塑粪扫源头达到有效控管。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古境博物院去年将重要的古物翠玉白菜，甲一般古物翠玉小白菜，就到台中的花圃来展览。监察委员也认定，也启动调查了后，认定这个过程是欠缺法令的规范，今仔日也通过提案来纠正古境。
高强真像的国宝翠玉白菜，还有一般古物翠玉小白菜，去年11月份刷去台中花圃后里马场来展出，引起外界质疑国物安全的问题，还有落草行事纪律。监察委员启动调查了后，认定核定的过程欠缺法令规范，提案纠正国立高强服务院，在伊即天通过纠正案。全案的核定过程呢，欠缺法令的规范，这个是他们坦诚是的确没有这个规范。那么展览的成效评估指标也付之阙如。另外，监委调查了后，嘛发现高强国宝颜真卿这伫文稿等等的文物，今年1月份借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毋过文物的状况检验，无照照典合约书相关规范来执行。意思讲，保管照典国宝等等的文物的责任不明，而且照典国外的宣传品标示应该加强国立国强博物馆等等的字，来维护国家尊严。在它的宣传品上面，我们不被尊重。那这个呢，又延伸到我们去了解到，原来我们的国宝出国，它的法阶太低了。监委强调讲，目前国宝甲重要古物运出入处理办法，虽然讲有出入国外的古物状况审查机制。毋过有关古物的残集数量，还有其他条件，拢无纳入去审查的规范，所以要求文化部还有高强来检讨，而且建议改善的措施。对这个代志，高强表示，要等正式收到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了后，再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为要应付常常发生的暴力事件，国防部为6月开始，予伫总统府依持治安的宪兵配给着抛射式的电击枪。那讲到这个电击枪，那予电击枪弹到是规身躯袂震袂动，达到吓惊效果。去年9月份，一个查甫人惊讲要甲总统府外口的宪兵来问路，所以用摕刀出来共攻击，当场去互掠起来。为着要应付这种突发的攻击，也是真正抗议的事件，从6月份开始，国防部采购抛射式的电击枪，予负责保护总统府等等地点的宪兵来使用，在紧急状况的时阵，会使用来反恐。算是一个直流的高压一个电磁的脉冲，对，然后。那个在攻击到人体的时候，这个电流部分它会停留大概2至3秒，那也会就造成人短暂的一个麻痹的一个状态，大概2至3分钟。它对于我们人体的那个心室的那个颤动的这个发生的状况，会相对的会降低许多。发射了后，电波的声音表叫，这支电击枪是国内厂商设计生产的，重量无甲500公克，有到秘密的录影机，使用充电型的电池，会当连续供电，而且佫会当使用电极探针、咸球粉、咸球枪子等等5种。辣椒粉，它是算是一个扩散那个射击的一个部分，它是算是在一个短距离对一个多人的一个处置的状况下来使用。那辣椒弹的话是对单一个人。在这个正前面的部分，可以再另外装一个准备射击，但是一般在执行的时候，前面是不会，因为以防走火。因为进前发生铁路警察李胜汉执勤的时阵去互台视的事件，外界关心宪兵警察人员应该要有配非致命性的武器。目前已经有企业关电击枪，予铁路警察局强化警察执勤的安全性。而且宪兵除了采购新的电击枪以外，佫包括军备局制造的棍仔、棒枪、甲咸球水等等的装备，会当看状况来调整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客运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引起大家关注。今麦有业者想要来施行客运双车双驾驶制，公路总局也表示讲，双车双驾驶制目前正在规范、正在修正，未来若是通过审议，客运业者就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啊。大大广告就搭伫台中中港总运站的大厅内面，提醒乘客若是要来回邦桥甲高雄，会伫咧台中休困差不多10分钟了后，才阁转换另外一台车。这是统电客运北高线试办的双车双驾驶轮替方式，伫去年5月实施到这阵效果真好。拆成2个区间服务，并由2位驾驶以及2辆车辆分别完成服务，以改善单一驾驶执勤。
短程的话比较不会那么疲劳。顶个月阿罗哈客运发生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的重大国道交通事故了后，再度引起各界关心国道客运长途驾驶容易过路的问题。即马除了通电客运试办双车双驾驶之外，阿罗哈客运嘛要规划北高线经过台中条码的客运班次，拢伫台中换车换稳将来减少驾驶的工时。国光客运是除了自本的武陵、阿里山赏花一日游专车采用双驾驶之外，嘛咧研究北高长途客运伫台中换车换稳将，按算上紧这个月底提出申请。有一个人可以替换的话，当然就是说一个在开的时候，另外一个可能在休息啊，对啊，那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南部的车考虑到肥头车的话换司机，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符合劳基法。不过要实施双车双驾驶，业者认为嘛爱解决欠工的问题，才有可能落实。根据客运业的评估，目前阁欠500位客运司机。对这点，公路总局表示，对7月开始会伫咧各地巡回举行客运媒合会，双车双驾驶的申请表格规范嘛当咧修正当中。未来送公路汽车客运审议会审议通过了后，就会当申请实施，会互业者有统一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今尾20年啊，魏全龙总算返来中华职业棒球，今仔日也举办着记者会，访问着球队的主场会伫倒。高雄市运动发展局局长曾先来公破，讲魏全龙会选择高雄陈清湖野球场来做因的主场。不过讲到这个问题，球队的领队是否认，也讲一切也未定案。换着龙袍中华职棒状元刘继宏为魏全董事长魏永清手中接过两队球帽正式宣告以590万的介绍加名魏全两队，签约金写着史上第1冠，创下野手上冠的纪录。真的蛮高的，自己也吓到了，把自己的目标放长一点，然后希望可以达到学长的目标这样子。魏全龙过了10年，重返中华职棒，在新人选秀会推荐了32名新选手。今日除了公布8位球员正式加名，教练团也正式出来。台湾的朋友，大家好，请多多指教。中大联盟日本籍球星传奇总辞将担任客座教练，魏全龙的教练选手已经陆续到位。另外，球队主场要伫什么所在？高雄市运动发展局局长詹庆先透露，魏全龙决定选择高雄市陈清湖棒球场作为主场，重新出发，第一时间做着球队后阵。魏全龙应对表示，球团确实有参加标案，不过爱等一年评审，期间要针对其他球场进行评估，包括台北天母球场。高雄的那个公开招标的程序，我们会去参加。那现在在各县市里面，他们也是进度最快的。但是如果其他的球场，比如说天母球场，有类似的一个OT 程序的话，我们也会想要去参与。开始启动我们的 OT 的申请啊，依照规定是必须要去办理公听会啊。那有关双绑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在公听会里面提出来，听听我们居民的意见，然后再来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这样。魏全龙领队讲，高雄即摆是带头的动作强一击，伫台北天母球场必须先解决时间问题，也就是5、6日前举办一棒赛事。面对魏全龙一路台北体育局讲，即摆就等两队答复，确定应展开讨论，也过举办公听会。台北高雄小生主场互相拼场，不过最后决定权由原伫魏全龙手上。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信义区的公旗里，因为粉鸟伤过济，唔拿炒，而且阁放甲规个。里长也讲，这个情形已经有10多年啊。动保处是有提供防止鸟仔的鸟刺打，不过讲到这个问题，上界重要的就是唔通阁再饲粉鸟啊。河旁面顶去互粉鸟放甲规个，这是台北市信义区公旗里的海华社区，长期去受到粉鸟的影响。毋但叫的声音真吵，而且连大个所在冷气孔拢塌掉咧，互当地民众真正是害惨。鸽子太多了，而且那个粪便实在是受不了，一大很厚，而且夏天那个味道，一风一吹来很臭很臭。因为家较凉嘛，它要找凉的地方啊，所以很多啊，然后鸟死了，是吗？很可怕的。当地里长表示，粉鸟问题已经困扰因10多冬，过去捌用红色的机仔想要咧甲伊赶走，不过效果是真有限。里长嘛家己捌斗3工来掠粉鸟，说去互爱心人士来检举。毕竟
不是100%的人都会反对说鸽子的那个，还是有爱心人士，他们还是不希望说把它驱赶或怎么样，可能是他没有深受其害吧。还在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园喂鸽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它有一定的数量。郭文铁讲嘛是爱呼吁大家，唔通伫公园饲薰鸟食物件。进前搁捌军生笑讲中秋节会当烘薰鸟。台北市动保处是表示，鸟鼠搭必须爱放伫鸟仔会当徛咧的所在，才会有效果。但是要到这个鸟网啊，是比较有较困难淡薄啊。防鸟网通常要经过整个大楼管理住户的同意啊。对，那其实我们在野鸽的这种友善驱鸟的宣导上，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公寓的住宅，有一些人他不喜欢鸽子，但有一些人很喜欢鸽子，还会在自己家阳台喂。李柳讲，伊嘛是真无奈，其实毋是所有的住户拢支持要甲薰鸟赶走。动保处嘛是呼吁民众，毋通搁来饲薰鸟食物件，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日本的那拉县有真侪野生的梅花鹿，真侪游客拢会去遐翕相饲这个梅花鹿。不过因为游客伤过侪，制造伤过侪塑胶粪扫，害到这个梅花鹿有9只食到这个塑胶来死亡。梅花鹿对着游客讨面个食，日本那拉因为1200多只野生梅花鹿是真出名。来到这游客常常会买当地规定的食物来饲这个鹿仔。也毋过游客饲了物件了后，凊彩等的粪扫煞变成害死梅花鹿的凶手。根据那拉鹿仔保护基金会统计，在今年3月到6月之间，有14只鹿仔死亡，其中9只的胃内底发现了大量的塑胶袋啊，甲食品的包装纸，有一只鹿仔的胃内底呕出来粪扫更加是超过4公斤。在日本，梅花鹿是予人看作国宝的动物，所以受到法律的保护。过去捌因为饲唔对的食品，予鹿仔破病，所以当地政府规定游客爱拆掉塑胶包装了后，才会使甲特制饼饲予鹿仔食。不过基金会成员表示，有部分游客有缘乌白蛋食物的袋仔，鹿仔若是闻到袋仔，会掠准讲是食物，甲塑胶袋仔吞落去腹内。为了保护鹿仔，渔港伫10号发起了清粪扫的活动，当中收集了超过31公斤的塑胶粪扫。即马当地政府拍算要调查这鹿仔的死亡状况，要伫公园内底设置有味道的标志，警告游客甲粪扫带走。记者陈世栋报道。过年进前伫希腊出土的人类骨头，最近有重大发现。有一个德国科学家讲到，一具内面有21万年进前伫非洲以外的所在上古早的人类骨头，这也改变着人类对历史的看法。1978年，科学家伫 Greece 一个坑发现2具破去的头壳骨，毋过外形还甲真严重，用迄当初的技术无法度判断化石的正确年代。They were discovered encased in a rock called breccia, so they needed to be cleaned from this rock matrix, and this was quite a difficult process. 下国科学团队决定讲要重新研究，用上先进的电脑模型技术，配合游戏定理法判断头骨的年代。We can now produce a CT scan of these specimens and use virtual anthropology techniques and special software to try to restore the specimen to its original anatomy. 结果发现，其中一区阿普丁纳土的标本是尼安德塔人，年代差不多是17万年前。毋过，互科学家找一到的另外一区阿普丁纳湾的标本是现代智人，年代差不多是21万年前。这是欧洲大陆，嘛是除了非洲以外，发现上老的现代人类遗骸。It seems that this early expansion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we originally thought, and that it reached all the way into the European continent, which we did not suspect before. 最近这几年的研究表示，现代智人第一波离开非洲的时间点，超伫12万年前，一直到差不多7万年前，大规模移出非洲，向欧亚大陆甲太平洋来耍叮当。毋过，即届发现会阁改变现代人第一届迁出去非洲的时间，嘛比原本推测的阁早真济。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雨水敢会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2度，
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外岛的部分为26度到32度。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西班牙看小牛节，也感谢今仔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